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跑馬仔講時事啊。人哋成日都話啦，動物啊係人類最好嘅朋友啊。但係如果一隻冇反抗能力、得8個月大嘅貓仔交到一個14歲嘅後生仔手中，結果會變成點啊？今日我哋就係要講嘅呢單案件啊，發生喺香港長沙灣一隻好得意嘅美國短毛幼貓。被送入獸醫診所嗰陣啊，已經變成咗一具冰冷嘅屍體啊！最令人心寒嘅係啊，帶佢求醫嘅14歲少年啊，雙手不停震啊，布滿爪痕啊，而貓咪嘅死狀啊，更加係慘不忍睹啊，全身濕透啊，口鼻滲血啊，頸上邊啊仲綁住咗一條膠索帶啊！到底呢隻小貓啊，生前經歷咗啲咩恐怖遭遇啊？係意外啊，定係令人發指嘅虐待啊？今日我哋就嚟拆解下呢一宗轟動全港嘅14歲中學生涉嫌虐貓案啦。事件就發生喺2026年8月10號嘅傍晚啊。當時啊，一名講普通話嘅14歲男學生啊，冇任何預約啊，突然啊拎住一個俗稱飛機籠嘅寵物籠，急急忙忙走入去長沙灣動物醫療中心啊。佢放低咗個籠啊，同診所姑娘啊講咗句啊，貓貓唔舒服啊。但係當獸醫同埋姑娘啊打開個籠一睇啊，眼前嘅景象啊，令佢哋啊抽咗一口涼氣啊。呢隻8個月大嘅灰白色美國短毛貓啊，根本唔係唔舒服咁簡單啊，佢係已經完全冇晒呼吸同埋心跳啊。而根據診所姑娘事後接受媒體訪問時就憶述啊，貓咪死狀啊係極不尋常啊。姑娘形容啊，貓咪啊全身濕透嘅程度啊，直情係喺個水度攞翻上嚟咁啊。除咗咁啦，貓咪嘅口鼻出血，皮膚係沾有泥沙，甚至係出現失禁嘅情況。更加詭異嘅係啊，貓咪條頸啊竟然鬆鬆地咁樣套住一條膠索帶啊！望住呢一隻慘死嘅幼貓啊，姑娘留意到啊，呢名14歲嘅少年嘅狀態係極度反常啊！佢唔單止情緒慌張啊，手啊震晒啦，而且手上係布滿咗好似俾貓搲傷嘅傷痕啊！面對種種嘅疑點啊，診所嘅人員已經暗地裏察覺到啊，呢件事啊絕對唔係咁簡單啊！咁點解貓咪會搞成咁啊？面對獸醫同埋職員嘅質問啊，呢一名14歲嘅男仔嘅回答啊，竟然係前言不對後語啊！短短時間之內啊，佢竟然係講出最少咗4個唔同版本嘅故事啊！大家聽住啊，呢個就係佢當時嘅解釋。第一個版本，佢話貓咪唔小心打瀉咗水桶，受驚之後咧亂衝亂撞，自己撞傷咗。第二個版本，佢就改口話啦，貓咪只係打瀉咗個水杯。咁第三個版本啦，佢竟然承認啊，因為一啲事啊，佢將貓咪混入咗廁所，用花灑向貓咪瘋狂射水啊，甚至仲用掃把打過佢添。咁第四個版本，佢就話佢又推翻咗自己嘅講法啦。佢話自己根本冇將貓混入廁所。至於貓咪條頸點解有索帶啊？男仔就狡辯就話啦，係因為原本掛喺頸嘅個鈴鐺繩啊斷咗啊，先用索帶頂住先。而貓咪身上嘅重傷啊，佢竟然死撐係隻貓喺度亂衝亂撞，自己撞到咁。但係診所姑娘一眼就睇穿呢個大話，直接同佢講啦，邊有可能自己撞到咁？獸醫啊，面對呢個滿嘴大話嘅少年啊，加上貓咪身上啊不尋常嘅傷勢啊，果斷就決定報警啊。咁警方接報之後啊，迅速咧就趕到現場啊。經過深入嘅調查，恐怖嘅真相啊，終於浮出水面啊。原來啊，喺當日較早嘅時候啊，
有人喺自己屋企入邊啊，對呢隻毫無反抗力嘅貓仔咧痛下毒手啊！佢唔單止掌摑佢啊，仲用力踢佢添啊！咁結合翻男仔之前講漏口嘅用花灑射水、用掃把打貓，大家可以想像下，呢一隻8個月大嘅寵物喺死之前經歷咗幾漫長同絕望嘅折磨啊！咁警方當場以涉嫌殘酷虐對待動物罪啊，拘捕咗呢位14歲嘅少年啊！案件已經交由深水埗警區動物罪案專隊跟進啊！愛協督察到場之後，將滿身傷痕嘅貓咪遺體咧執走咗，轉交漁農處獸醫化驗所度解剖啊，以確定呢個真正嘅死因啊！咁講到嚟呢度啦，我真係不吐不快㗎。你最近啊，只要打開電話，間唔中就會見到一啲暴力對待動物嘅變態影片啊！今次呢一單啊14歲虐殺幼貓案啊，更加係令人把火啊！講句難聽啲啊，我覺得呢啲傷害無辜動物嘅人啊，真係正一仆街啊！一隻得8個月大嘅貓仔啊，身形咁細啊，對人類啊絕對係冇任何反抗嘅能力啊！而佢啊呢個咁嘅後生仔，利用自己嘅體型同埋力量嘅優勢去欺凌、去折磨一個咁嘅弱小生命啊！呢啲啊根本唔係咩威啊，根本就係極度懦弱、心理嚴重扭曲嘅表現啊！無論啊你係14歲定40歲啦，面對一條活生生嘅生命，最基本嘅尊重同同理心去咗邊啊？事後啊，仲要企圖講大話掩飾啊，簡直係令人心寒啊！同時啦，呢一單案啊，亦都敲響咗一個警鐘啊！寵物託管啊，絕對係生死攸關嘅決定啊！你將你嘅毛孩交俾人照顧之前啊，請一定要了解清楚對方嘅品格同埋屋企環境啊！如果唔係啊，真係隨時送走咗小生命一程啊！喺香港啦，根據防止殘酷虐對待動物條例啦，任何人殘酷對待動物，使其受到不必要嘅痛苦啊，一經定罪啊，最高可被罰款20萬港元同埋監禁3年嘅。我哋絕對唔可以因為犯案者後生啊，而對呢啲冷血嘅行為有任何妥協㗎。大家對呢一單案或者對社會上頻頻發生嘅虐待動物事件有咩睇法啊？係咪都覺得呢啲行為唔可以原諒啊？歡迎喺下面留言一齊發聲。如果你都認同我哋應該強烈譴責虐待動物嘅行為，請幫手俾個 like、share 條片出去，等更多人關注動物權益。未訂閱嘅朋友記得撳埋訂閱掣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